国家影视厅中心对2008年开始做数位修复到37年啊，统计到113年已经完成101部影片修复和7000多部影片数位化。中心表示讲，这款影片修复挺好做未来创作参考，也希望透过这修复和保存，让民众认识到影视遗产的重要性。小丑与天鹅，1985年朱延平导演的作品。 这出电影是1985年拍的《小丑和天鹅》，是演员靠袂了的遗作，嘛是国家影视厅中心修复的片之一。中心到113年已经修复101部影片。董事长讲，有修复的台语片，有一出张帝和杨丽花主演的《张帝找阿珠》。另外，中心阁有完成7000多部影片的数位化，这寡修复的影片也通做未来创作的参考。那胶卷它拍摄的时候，它的保存有它的一个难度，因为它会酸化，那久而久之就变糊化了，变硬块了，所以这些必须要用跟时间赛跑，然后用这个数位化的方式啊，先把它数位化，那再来做一格一格的这样的修补啊，才能够保存。国家影视厅中心嘛，鼓励民间甲文物馆出来，同齐来推动影音文化资产的典藏和修复。过来日期就是世界影音遗产日，中心伫咧23举办年度修复成果发表，其中捌演过《看海日记》女主角刘小芬，嘛甲过去得到的奖，也甲为演出的第一出电影《上海社会档案》的海报和相片等等捐予中心。伊讲由国家来保存，伊感觉真有意义。捐赠内部整个的剧照，还有剧照本2本。 啊，然后这个是用生命血肉之躯，真的跟那个整个角色去，真的是灵魂的打造，真的是很刻骨铭心，所以我觉得很珍贵。我不容许它有任何的腐化或者是氧化。中心表示，因有甲影音平台 Netflix 合作，希望这寡修复的作品通互更较侪人看到。也拿今年世界影音遗产日的系列活动，中心所来也有规划放电影、看修复片、和讲座、车等等，希望互民众更较了解典藏保存和数位修复的重要性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林新北报道。